各位 HomeDash 嘅合作伙伴，大家好。今日等我帶大家睇下點樣喺 HomeDash.hk 快靚正咁樣放盤。首先咧，登入之後咧，望向右上角，撳落你個名，下面有個代理放盤，直接撳入去。呢個時候會彈個提示出嚟，提醒你要確保放盤內容係真實嘅。呢啲係誠信問題，我哋身為專業人士，梗係撳確認啦。咁入到去放盤頁面呢，總共有3個步驟，好快搞掂。第一步，先揀出售定係出租。今日我哋攞出售嚟做例子，物業類型揀返私人住宅，屋苑名稱呢，我就用日出康城做示範，揀埋佢係邊一期邊座，樓層都入埋佢，搞掂就下一步。第二步，填寫樓盤資料，呢度最緊要係咩？相，先上載幾張靚爆鏡嘅相。你留意下封面圖左下角有粒星星，你想邊張做門面，就撳相嘅左下角做封面。想吸睛啲可以加埋影片，但係記得檔案唔好大過100M 啊。之後填埋啲資料，實用面積、建築面積、幾多房、幾多廁，仲有廚房係梗廚定係開放式，座向、景觀都要填好。最後入埋管理費，當佢2000蚊啦。睇清楚就撳下一步。第3步，寫廣告文案。入完物業編號之後，重點嚟啦，標題同樓盤描述仲邊使慢慢諗，慢慢打字㗎。我哋呢啲追求效率嘅醒目人，梗係撳 AI 廣告文案生成呢個掣。睇下 AI 瞬間就幫你諗好晒啲貼地文案，仲好夾你嗰個屋苑添。跟住入埋售價，例如1000萬。最後確認晒冇問題，大手一揮撳發佈。你睇下。啱啱上載嗰個康城盤已經即時顯示咗出嚟，撳返入去睇，內容清清楚楚，成件事係咪簡單到好似食生菜咁呢？全自動生成，放盤都可以咁輕鬆，大家快啲試下啦！